放眼睇呢個社會就係咁現實，有人為咗生存，有人定係轉財，不一日復日喺難民平房溫室，有人定係睇到邊冇人見到佢哋屈實，唔係卑躬，佢哋有住自己嘅尊嚴，點解要嘥時間內其他人嘅宣言啊？嘅目光全連，但自己生活仲有偶爾嘅身邊都可以逐步帶嚟唔同無力感，希望總會見到光，仲有一扇窗就係希望見到光，就算關咗道門依然都係打不死，得分半個百兩多盡我可能飛得起，有人天生就係咁樣，有人嘗試佔有轉機，為咗生存揾到三餐已經係被逼嘅喺着壓，你嘅環境揾到全息嘅塵，有冇諗過四面牆壁嘅道理幾咁難頂？呢個社會實在太過現實，福利進度似係用緊單行。佢哋話不如認清你自己，嘗試進步唔係喺度等死。我同苦角落嚟自底層，話福利派緊，又話要再等等。老豆話我哋只可以死忍，我話等你哋嚟，我就死緊。朝九晚五只係為咗生存，我話你哋貪赤佢哋嘅根源，到底你哋有冇諗過幫助呢班人？最後得炭火市民變成擾民，淨係生存，我可以點算？間房得咁大，我邊有位轉？天生就咁窮，我邊有委員？施政報告話最多派20蚊禮券。我對未來根本沒有限制，想要脫離，受到不少限制，被人屈，被人叫，最多見到被人笑，最後保持本真，覺得50俾人照肺照計啲生活費計稅咁多留得喺呢度就係嘅屁，服務為了，過去已不重要 ，I'm OK 這個世界能否給我多一點時間？我已用盡所有辦法留在這世界，我真的很討厭，我真的很討厭這種感覺。呢個社會實在太過現實，福利進度似係用緊單行。佢哋話不如認清你自己，嘗試進步唔係喺度等死。我同苦角落嚟自底層，話福利派緊，又話要再等等。老豆話我哋只可以死忍，我話等你哋嚟，我就死緊。朝九晚五只係為咗生存，我話你哋貪赤佢哋嘅根源，到底你哋有冇諗過幫助呢班人？最後得炭火市民變成擾民，淨係生存，我可以點算？間房得咁大，我邊有位轉？天生就咁窮，我邊有委員？施政報告話最多派20蚊禮券。呢個社會實在太過現實，福利進度似係用緊單行。佢哋話不如認清你自己，嘗試進步唔係喺度等死。我同苦角落嚟自底層，話福利派緊，又話要再等等。老豆話我哋只可以死忍，我話等你哋嚟，我就死緊。朝九晚五只係為咗生存，我話你哋貪赤佢哋嘅根源，到底你哋有冇諗過幫助呢班人？最後得炭火市民變成擾民，淨係生存，